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最近这些房企的消息比较多。有一个自媒体叫一地产，他写了一篇文章，叫《普华永道的安达信时刻》。大家恐怕也知道什么意思。普华永道它主要是给恒大做审计的。前几天恒大的清盘人将普华永道告上法庭，要索赔570亿人民币。这个文章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许家印认罪后，恒大的连续剧更新到了追责普华永道。这一集咱们在恒大一爆雷的时候就已经预告过了，这个很多网友都知道。2021年是吧？9月13号恒大一爆雷的时候，我记得做节目我就说了，普华永道要出来走两步，普华永道肯定会被人告要赔钱。时隔5年是吧？果然普华永道走上了被告席。作为恒大最忠实的御用核数师，从恒大上市到2023年，普华永道和恒大深度绑定了14年。14年间，普华永道赚了2.88亿审计费。为什么我要读这个自媒体文章？因为它上面有数据，我要查我还挺麻烦的。也就是你看，普华永道给恒大做审计，从它上市一直到2023年，审计费是2.88亿，不是一笔小数。这不只是工资，这是掩护费。2021年恒大爆雷，2020年年报出炉，普华永道给出的审计仍然是标准无保留意见。这个咱们一直在说2020年的年报是2021年应该是4月份出的吧？出来之后，恒大还准备分红200亿，这叫胆儿太大。这个人的贪欲到了一定地步，也完全就不管不顾，蒙蔽了双眼，居然还想分红200亿。结果那个年报一出之后，没几个月是吧？9月13号就爆雷了。在这份粉饰太平的报告里，普华永道为恒大虚增收入3500多亿，占当期营收的 79%， 虚增利润513亿，占当期利润的 87%。 你看虚增了利润，你既然有利润，那就分红。你看看一环套一环。那一年普华永道心安理得的拿到了5400万审计费，他们赌上的是自己的声誉。恒大爆雷即将满5年了，清盘人直接管控的实体资产价值变现金额只有17亿左右，回收率不到 0.6%。 在破产清算偿付顺位里，职工工资优先，税款、工程款与抵押债权稍后，排在最末的普通债权人大概率什么都没有。没错，实际上是公益债权排第一。公益债权是什么？公益债权就是破产清算这些人，他人吃马喝的，在这儿追债、追这些资产，难道不需要花钱吗？这个是排第一的。剩下的破产财产里面，职工排在前面，所以基本上到这个普通债权人恐怕所剩无几了。他们请到了香港最贵清盘人之一，叫黄永诗，他做了一个震惊金融圈的决定，将普华永道也被列入债权人的还款名单，一口气起诉了3家：普华永道国际、普华永道香港和普华永道中天。这是啥决定？这不是在恒大一爆雷的时候我就说了，对不对？要起诉普华永道，这还震惊金融圈，这不是秃子头上虱子明摆着的吗？不告他告谁？有很多人说你应该告这个恒大，没错，恒大应该告，但是没有用啊，恒大没钱，就是你告完了，你徐老板反正在蹬缝纫机，你是可以告。现在是谁有钱告谁，知道吧？普华永道有钱，而且跟这事你得负责任，他赔得起。普华永道国际是全球总部，与恒大之间没有直接关联。普华永道香港负责恒大系港股上市公司核数，普华永道中天则负责内地恒大地产集团的审计工作。清盘人要求普华永道3家公司共同赔付380亿，另外香港和内地公司再赔付190亿，共计570亿，创下香港有史以来企业索赔的最高纪录。普华永道国际总部首先对这个诉讼不认可，他们认为总部与恒大毫无关联，但清算人认为作为龙头企业应当负责维护成员公司的标准。言下之意，既然冠了名，怎么会没有标准和监督呢？国际总部的律师赶紧撇清了责任，香港和中国的实体并非普华永道子公司，国际总部与恒大之间没有任何沟通，所以也对开发商的财务审计没有注意义务。
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场无妄之灾。这场诉讼暂时还没有定论，法官将在3个月内宣判。但普华永道的形势已经不妙。2024年，财政部和证监会对内地的普华永道、中天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共4.4亿，警告暂停经营业务6个月，撤销普华永道广州分所相关人员的注册会计师证书被吊销，7名参与恒大财报的注册会计师也被给予警告或罚款。这是监管机构有史以来处罚最重的一次。有媒体统计过2024年普华永道流失了 75% 的 A 股客户，香港的普华永道也没能逃过。2个月前，香港会计及财务汇报局对普华永道香港罚款3亿，6个月执业限制，并预留10亿港元专项赔偿受损少数股东，也就是给股民留出10亿港元的赔偿。这是香港证券史上第一次有核数师向因虚假财务报告受损的股东做出赔偿。普华永道创造了很多历史，它是4大中最年轻的顶流，却做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造假规模，并正在吞下史无前例的处罚恶果。2023年，普华永道服务中国上市公司客户共有105家，而现在这个数据变成了27家。20年前，曾经的世界第一审计巨头安达信因为财务造假轰然倒塌，他的中国业务后来并入了普华永道。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历史没有重复，但压着相同的韵脚。这就是一地产5月20号发表的一篇文章，公众号上我就对他这个文章里面的数字比较感兴趣。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我只能这么说。那今天很多媒体都在报道万达，这万达现在又麻烦了。当然了，万达一直是麻烦缠身。首先是今天有很多新闻，比如澎湃新闻、南京新闻等等等等，都在报道说永辉超市追债超36亿元，永辉超市向王健林等追债超36亿元，法院决定立案执行。5月21日晚间，永辉超市发布公告称，这就好事，就是说永辉超市它上市公司，它任何动作它都要公告，这不藏可是藏不住的，它跟那个网红超市不一样。所以说5月21号永辉超市它就公告了，说公司于近日收到法院出具的受理案件通知书，公司与大连预警贸易有限公司、王健林、森喜双、大连一方集团有限公司仲裁裁决一案，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这个裁决文书已发生法律效益，经公司向法院申请执行，法院出具了受理案件通知书，决定立案执行，涉案金额为剩余股份转让价款36.39亿元以及相关违约金、律师费、仲裁费等。不过永辉超市他也说了，本次案件执行回款金额存在不确定性，也就是兴师动众，但是不一定能拿到钱，因为他没钱，法院强制执行也没用，说暂时无法确定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这个我记得咱1个月前说过啊。按理来说，万达是可以向法院提起上诉的，提起上诉他仲裁文书就不能立即执行。这么看，有可能万达他就没有上诉，反正上诉也赢不了。毕竟这个东西咱们在以前说就是回购啊，永辉投了钱，这个王老板他本来要在香港上市，一上市这个事情就了了，但是后来你没上市，你就得回购，你把我这股份的回购回去，把钱还给我，你还得给我付利息，这不就对赌条款吗？但是王老板他有钱，没钱那人家就告他，不光是永辉超市告他，这万科也告万达，这2个都是姓万的兄弟互相告上了。根据媒体报道说，万科强制拍卖万达股权。根据司法拍卖平台信息，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2.34 亿股份将于2026年7月3日和7月9日分2次公开拍卖，起拍总价 18.83 亿元，折合每股约 8.022 元。评估报告显示，该股权评估价约为 11.46 元每股，意味着起拍价相当于7折出售。此次拍卖的申请执行人是万科旗下的海南万骏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标志着这对昔日黄金盟友的关系彻底破裂。
这也不能怪万科，人万科自己也在泥潭里面，是吧？他缺钱了，现金流断了，你这个债主，你欠人家钱你不还，所以万科告万达也没办法。何况这个永辉，其他的这个还有苏宁已经把万达告了，万科再不动手，烟灰缸都抢不到了。万科和万达之间到底有什么纠纷？这个咱们就不去管它了。总之，这个数额不少，我记得好像20多亿吧。万达有万达的难处。总之这些房企这些曾经的首富，现在都是身陷囹圄的日子都不太好过。我们再看看这个中指研究院它公布的一些数字：2026年4月，全国重点城市二手住宅成交排名。中指研究院数据监测，2026年4月，核心城市小阳春行情延续，重点城市二手房成交量同比明显增长，反映出需求仍在持续释放。市场预期有所好转，但价格方面，百城二手住宅均价为12733元每平米，环比下跌 0.46%， 跌幅较上月扩大 0.12个百分点，也就是跟3月比，这个环比下跌还扩大了。这是百城二手住宅均价，那同比下跌 8.34%， 较上月收窄 0.21个百分点，也就是跟去年同比下跌稍微慢点，但也跌了 8.34%。到底好坏大家自己判断。我们经常说经济这个形势好还是坏，通过写字楼的租金、写字楼的空置率也可以看出来。我们希望写字楼的租金是节节攀升，写字楼的空置率在下降。如果说写字楼你都租不到，那就说明就业好了，消费、住房都会好起来。所以说归根结底是就业，是吧？那就业就体现在写字楼租金涨不涨，写字楼出租率怎么样，空置率怎么样。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2025年第4季度全国重点城市主要商圈写字楼平均租金 4.53 元每平米每天，环比下跌 0.44%， 跌幅较3季度扩大 0.1个百分点，全年累计下跌 1.82%， 累计跌幅较2024年全年收窄 0.03个百分点，也就是写字楼25年都是在下跌，而且还在加速。租金重点商圈全国，我以前经常在节目里面讲，2001年、02年的时候，03年是非典，但是在北京，在国贸商圈，那后面有个嘉里中心，前面是国贸，但是1期、国贸2期、3期还没盖，那个时候没有盖，那后面一大片那个房子，什么财富中心什么的都没有盖。20年前国贸那一带还是比较朴素的，大裤衩也没有。商圈实际上就是一中国大饭店，国贸1期、中国大饭店跟后面北边那叫嘉里中心，那就是个商圈了。在万东那个时候叫摩托罗拉大厦，当时我在光华路，实际上现在应该叫世贸天阶的附近不太远，有个汉威大厦，我不知道拆没拆，也是个写字楼，在嘉里中心的西边一点。我当时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公司扩张的很快，刚开始好像300多人，后来400多人，后来500多人，那个办公室就不够用，楼里面都是先跟物业说好，说哪家公司搬走，你把那个办公室给我们留下，不能往外租。后来我们公司因为大厦一共8层高还是9层啊，我们公司在里面那样一个办公室，5层有、6层有、7层有，后来4层也有，大家都插花的，什么意思？你那办公室只要一有人搬走，马上就租出去了，你没有空的。那是20多年前。现在我想很多人，如果你有机会去各个地方写字楼转一转，是吧？那一层里面大部分都是被挡板或者什么东西，说内部在装修，是吧？实际上它租不出去。一层里面有1、2家就很不错了，在办公。大街上门面房，是吧？到处都是旺铺招租，都是空的。我想每个人自己到街上走一走看一看就能看到。这个预示着什么？自己去判断。上海的二手房成交已经跌到800套以下了，每天。5月21号，上海二手房晚签成交788套，5月累计成交17644套，日均840套。去年比好像是多一些，但是跟3月、4月比，那是下降了不少，也就显示上海这个小阳春也是呈现一个往下走的这么一个趋势。那是不是说明上海的小阳春也就结束了？这个可以继续观察。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经济学家马光远老师，他又发现了房地产市场的5大信号，也就是他根据官方公布的4月份的一些数据他发现了房地产现在释放出5大信号。我们来一起看一看马光远老师发现的这个5大信号都是一些什么信号。他说4月份房地产市场有几个信号值得关注。
他说从市场本身表现来看啊，一点也不淡，而且是表现的应该比较火热。有这么几个信号，第一个是国家统计局这个统计的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咱就不说了，这都介绍过了，对不对？总之他认为第二个信号是一线城市新房也好，还是二手房也好，已经环比上涨，连续2个月，3月份的新房、二手房环比上涨，4月份新房、二手房也环比上涨，这个在过去几年调整的过程中是比较少见的。第三个信号，去看库存，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待售面积1到4月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这个待售面积同比下降了 0.5%， 已经是连续2个月下降。就3月份下降，4月份也在下降，意味着库存减少。不过他也说，我们从库存的减少可以从2个方面去分析，第一个是买房子的人多了，第二个是呢建的房子少了。马官员认为这2个原因都在。这个我们以前也说过，这库存下降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如果是你不建房子了，库存下降，那这个其实很可怕。但如果是因为大家都去买，七大姑八大姨借钱赶紧去买，导致库存下降，那这个显得这个比较健康一点，是吧？是消费者把它买走了，需求旺盛。当然马官员老师他认为，那就是这2个原因都在，有人去买，当然同时也少见。那第4个信号是什么？他说不仅仅是1线城市，我们看到强2线城市啊，包括杭州、南京、宁波还有成都等等，我们看到整个4月份的房价同样也在上涨，特别是杭州4月份的新房环比上涨 0.4%， 0.4 跟上海并列全国第一啊。他说杭州新房环比上涨 0.4%。 新房的价格，我在节目里面反复说，新房价格只能参考，那玩意得房率可高可低。新房的价格你看表面上看涨了，但是你最终一算，是吧，说不定不仅没涨还便宜了，实惠了。这就是第4代住宅。所以马官员老师他说，也就是说在1线整个带动下边，一些好的2线城市也出现了房价的复苏反弹这么一个现象。那第5个信号，他说我经常一直讲这个风向标是什么？是1线城市二手房。如果说3月份1线城市的二手房表现特别抢眼，上海也好，北京、深圳、广州，整个二手房交易出现了过去多年来一个高点。比如说上海超过3万套，是近10年来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高点。说这个3月份不错，4月份能不能持续是关键。我们看到4月份北上广深的二手房交易量整体来讲维持了3月份的热度。比如说上海的网签量是 2.8 万套，如果放在上海每年的4月份的数据来看，这是近10年来4月份最高的一个交易量。大家再看，再配合上海二手房环比上涨这么一个数据，排在全国第一。上海的整个市场应该说处在一个大家比较热的一个状态。北京4月份也是很热啊，这意思啊。也就马官员老师他说，北上广深这个3月热，4月还热，但是他对什么央行的居民中长期贷款下降，是吧？他闭口不谈，没看见，看不见。社零数据只有 0.2% 的增长，看不见。他只看所谓的中介发的这些房地产登记的数字，又是3万套，又是 1.5 万套，又是这个新房价格涨了 0.1%， 看这个东西。对按揭贷款暴跌，按揭贷款不就是居民中长期贷款吗？暴跌啊，对这个他看不见。马官员老师说，这5个信号说明什么？说明整个市场从3月份到现在为止，整个热度还在持续。所以我们现在从4月份的这5个信号，我觉得仍然坚持我过去的判断，今年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底部慢慢的已经在出现，房价大家看到很多城市房价跌不下去了，很多过去压抑的需求慢慢在释放。当然我们不是讲所有的大家，也就是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涨。马官员说，他说我讲的上涨是指城市的上涨，就是上涨的城市在增加，下跌的城市在减少。他强调，如果从70个大中城市本身来看的话，绝大部分城市的房价仍然在下跌。但是这个不改马官员老师的观点，他认为底部慢慢在进了，越来越没有下跌的空间。所以马官员老师认为，他说从政策层面来讲，可以继续加码，维持房地产市场稳定这么一个态势，加快让底部到来，推动房地产市场反弹。当然我们说反弹最终要看价格，只有价格反弹了，预期才能改变，市场才能稳住，整个市场的真正转折点才会到来。这是马官员老师说的4月份又5个信号，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这5个信号什么意思，反正他解释了一通。总之拐点到了，要跌不动了，你要上车赶紧买，就这意思。如果马冠元老师他对房地产的分析，加上收入、韭菜的收入、韭菜的就业，把这些加到一起考虑，恐怕就更权威一点吧。如果韭菜的收入继续在下降，我相信笼子很难稳住。你现在每个月收入是7000，对应的现在房价，比如二手房12000嘛，现在这个70个大中城市是吧？刚才已经咱们念了12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是1万。我这举这例子，大家也要理解这个意思什么意思。那人均收入1万，现在要降到5000，掉到5000，那你说房价还能在12000顶着吗？这个大家自己去判断。如果你收入现在从1万要涨到2万，那平均收入大家都在涨，那房价12000它就能稳住，它甚至还要涨。所以还要结合韭菜的收入、韭菜的就业来聊这个事情，否则马冠元老师这个中介或者是统计局什么新房成交多少套，就看这些就激动，没有用，因为你不知道这些数字上涨背后对应的是多少个家庭，他是被胁迫的，被学区房闹的，对不对？他2年以后他也要后悔，他又痛哭流涕，这都是被学区房憋的。每年3月、5月这来这么一波，这恰恰反映出一种老百姓的一种无奈，一种盲目。现在在内网，你只要说笼子不好，你的节目要么限流，轻则限流，重则下架，可见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风声鹤唳，恰恰说明是吧？问题很严重，因为工具就剩下口罩了，没有别的工具了。就我们这样的建议，用消费的眼光看待楼市的，也不能容忍了。这个2年来，咱们一直都是建议是吧？用消费的眼光去看待房地产，你有钱买得起就买。及时享受，就当买奔驰，没钱就租，又不是没地方住，对吧？这个态度我觉得很端正。你不要去七大姑八大姨借首付，完了之后买房加杠杆是吧？30年贷款，完了之后，你的收入1万块，你8000去还按揭，你说你要为什么这么干？这么干压力太大，杠杆太大，一旦失业，马上就陷入被动。用消费的眼光去看待房地产。但是现在连这样的声音都不允许了。现在你最好鼓励大家买房，闭着眼上，借钱上，七大姑八大姨借，同学借，赶紧去买，只能容许这种声音存在，恰恰说明问题很严重。好，这个咱们关于楼市的，我们可以密切关注啊，你可以看后来怎么发展，是吧？如果发口罩管用，那这个事情就变得简单啦。发口罩管用，那世界上怎么会有经济危机？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